大家好，我係花花。大家好，我係豬媽。今日會同你講下女神配對計劃，一個彈起嘅男仔喎，你估唔估到係邊個啊？我估到曾展望啊嘛。係啊，係 GM 啊。不過你對佢了解又有幾深呢？我喺愛回家嗰度呢，就認識佢先嘅咯，真係。咁不如我今日講多啲 GM 嘅背景俾你聽啦。好啊，我都想知道啊。有好多人呢都覺得 GM 同埋張家輝個樣有啲似喎，我自己就覺得佢哋某幾個角度係有啲相似嘅。不過我覺得最似嘅呢都係佢哋嘅鍾情同埋專一啊。GM 佢喺1997年10月12號出世，即係話準備28歲啦。另外佢啲 fans 啊已經呢一早喺銅鑼灣買咗一個巨屏廣告進行慶生嘅應援啊。當中呢，除咗係有放好多 GM 嘅相之外呢，亦都有佢同 Sophie 嘅甜蜜合照添。我哋都喺度祝佢生日快樂。而曾展望呢，佢係出生於美國洛杉磯嘅。到佢3歲嘅時候呢，就同屋企人移居香港。另外，原來佢係大哥嚟嘅，屋企呢有一個細佢8年嘅妹妹，即係呢依家大概係20歲。而喺曾展望16歲嘅時候呢，佢屋企就發生咗巨變啊！佢嘅爸爸呢，因為急病離世，所以呢，佢之後就同媽咪同埋妹妹相依為命。所以睇上嚟呢，曾展望呢，佢個人睇落都好成熟下噶。都係噶，始終係屋企嘅唯一男丁啦，都要負起好大嘅責任。咁其實呢 GM 喺好多時嘅訪問裏邊呢，都有講過佢以前讀書嘅經歷噶。佢就話啦，佢當年呢讀書係好曳得好誇張噶。佢嘅活躍程度呢，甚至乎係可以跳爛3張梳化。佢當時就話啦，每一次上堂呢，都要問老師拎簽名，要集齊咁多個簽名之後，再去俾訓導老師睇。少咗一個簽名呢，訓導老師就會問佢啦：你今日係咪曳啊？做過啲咩啊？咁佢就話記得有一次呢，上緊堂嘅時候自己無啦啦企起身，搵埋其他同學一齊玩捉伊人。咁佢話呢，覺得當時好過癮啊，好嗨啊，就諗啦，即係同同學玩啫。後來老師呢都有同媽咪講就懷疑呢，佢係有過度活躍症噶。但係呢，當時嘅媽咪就因為話佢喺屋企呢就係好乖噶，就算係四周嚟跑，都係比一般嘅小朋友百厭咗啲嘅啫。其實呢，GM 自細就有表演欲噶啦。咁你知唔知佢有參加過咩活動噶？唔清楚喎。佢有參加過話劇啦，亦都擅長籃球、吉他、田徑，甚至乎手球噶。而最出名同埋為人所知嘅呢，應該係拉丁舞啦。因為呢，佢曾經係拉丁舞嘅港隊成員，亦都喺東亞運動會表演過噶。佢由小3至到中1呢，已經有跳拉丁舞噶啦。佢仲話呢，拉丁舞係佢成長嘅轉捩點添啊！因為喺小學嘅時候呢，係完全唔聽書噶，更加會喺考試期間呢瞓着覺。再加上呢，佢當時係有過度活躍症啦，專心唔到。之所以呢發奮讀書就係因為呢有個跳舞嘅女 partner 係讀精英班噶。佢覺得呢自己唔可以落後對方太多啦，又希望呢兩個人可以升上同一間中學，所以呢就主動同媽咪講話要補習。喺小4嘅下學期由100幾人排第167名，直至到小5第一次呈分試就考獲80名，第3次呈分試呢更加去到30名。老師呢都俾佢嘅進步嚇親啊！最後 GM 入咗一間區內嘅 Band 1英文中學，佢更加喺歷史同埋通識科呢考獲全級第一添。不過佢好謙虛咁話自己唔係特別聰明，但係背嘢呢就背得好快，所以證明過度活躍症呢唔一定會妨礙學業嘅成績。其實呢，我覺得動力真係好緊要嘅，真係你細估唔到有時啲嘢，特別係愛情嘅魔力啦。啱啱先呢就有講到佢經常都冇時停啦，所以佢大學嘅時候佢當時揀科就諗啦，本身有過度活躍症，唔可以停落嚟，又唔中意科學、文科、工程，想讀一啲比較 hea 啲嘅科目，所以呢就揀咗讀商科。
但係佢唔可以專注嘅問題呢，其實一直都好影響佢啊。直到有一日 GM 覺得呢，一定要正視呢個問題啊，因為佢每做一件事都唔可以集中10秒喎。另外，原來呢，收到會計啊，不時都要坐定定啊，對佢嚟講呢，都覺得係一樣好難嘅事啊。佢就話啦，喺實習嘅時候呢，就要入資料啦，點不知呢，入咗10項有7項都係錯嘅喎。咁佢就諗啦，有冇搞錯啊？冇理由噶，明明我係照 copy 啫嘛，都唔知自己錯喺邊。後來 GM 終於拎起個決心啦，佢就做咗啲網上嘅測試啦，又約見醫生。醫生就同佢講啦，其實呢，佢嘅過度活躍症啊都幾嚴重喎，需要食藥。但係 GM 食完藥之後就覺得雖然係平靜咗，但係就會有一種抑鬱嘅感覺，唔開心，做事都提唔起勁。當時佢就為咗可以專心考試而食咗1個月藥，但係後來佢就用運動同埋睇書嚟平靜自己，唔再食藥。咁其實有 ADHD 呢，好多人都淨係以為係坐唔定啦，但係其實呢，仲有好多唔同嘅特質嘅喎。例如係對感興趣嘅事呢，會投入到超專注嘅狀態，可以喺短時間內爆發極強嘅專注力同埋行動力。例如係越接近截止日期嘅時候呢，仲可以好高效咁完成複雜嘅任務。佢喺香港小姐裏面呢，可以一次過背誦咁多嘅稿呢，可能都同佢呢一個特質係有啲關係嘅。除此之外，多數有 ADHD 嘅人呢，都係性格直率，充滿活力，自帶感染力。喺團隊裏面呢，可以有一個帶動嘅氛圍，成為活躍人之間嘅黏合劑。咁相信呢 GM 就好做到呢一點啦。佢嘅活力的確係好感染到身邊嘅人。除咗一啲大眾嘅喜好之外呢，曾子望原來仲有一個特別嘅興趣嘅喎，你知唔知係咩啊？佢有咩興趣啊？仲因為呢，有一次陪佢朋友趕鬼啊，後來佢就對道教產生咗興趣咯。咁發現呢，每一次啊 GM 呢對於有興趣嘅嘢呢，佢唔係有興趣就算嘅，佢都會好醉心咁研究啦。咁佢喺20歲嘅時候啊，就去咗呢道教發源地江西龍虎山天師府嗰度受錄，而且考獲7品導師資格嘅。哇，原來佢仲係一個道士添啊！係啊，佢係一個貨真價實嘅道士嚟噶。佢亦都有分享過呢，佢喺內地江西嘅時候啊，用咗1個星期嘅時間考獲7品導師嘅認證。每一日朝頭早要6點起身，一直聽大師講經，講到9點鐘。佢仲話辛苦過考 DSE 啊，因為每日做嘅嘢就係跪同埋企，仲有聽大師講經。如果期間瞌眼瞓呢，就會俾赤敲醒，罰跪香1個鐘添。另外 GM 亦都話呢，好少後生會加入做導師噶。道教呢有少少青黃不接，所以其他導師見到佢呢一位20歲出頭嘅年輕人都想受訓，覺得好驚訝。另外 GM 亦都有講過呢，佢識寫靈符噶，而且仲試過用符幫媽咪舒緩頭部不適添。佢話對於呢一種職業嘅認證幫到人，覺得好心滿意足。咁究竟一個會計嘅學生同埋一個導士點解會無端端入咗行呢？原來喺佢20歲嘅時候，因為街頭接受訪問，後生仔傾下偈，點不知隔咗半年之後啊，節目組突然聯繫佢，仲邀請佢加入 GM 啊。當時呢都覺得係整定啊，因為佢都好相信命運噶嘛。佢話呢，平時啊係好少返學嘅佢自己，但係呢係咁啱啊喺街頭接受訪問嗰日呢，因為喺學校約咗人見面，所以嗰一日呢就着得整齊啲，而且呢又咁啱早咗半個鐘放學，所以先有呢個訪問嘅機會啊。所以真係好多嘢都係整定嘅。點不知呢，佢就話半年之後就有人打俾佢，去見咗幾次面之後呢，就加入咗 TVB 啦。佢當時呢就冇諗咁多嘅，覺得呢係一份 part time 啦，又可以賺一啲零用錢之餘呢，又可以返去玩，大家一齊傾偈都幾開心。相信因為佢陽光男孩嘅形象，所以被兒童節目睇中咗啦，而參加咗 Think Big 天地嘅主持。喺其後啊，曾子望呢都有參加唔同嘅主持啦，或者係做劇集嘅節目噶。
而去到2021年，即係佢24歲嘅時候，曾子望就成為咗 TVB 嘅經理人合約藝人。喺同年，佢就加入咗令到最多人記得佢嘅《愛回家之開心速遞》裏面飾演 Mike 一個角色。佢以見習行政人員嘅身份加入接龍集團，傻更更，成日俾人蝦。亦都因為呢曾子望啊，佢唱得又跳得。所以曾經成為香港一個限定嘅10人男子音樂組合 Super Tiger 嘅成員。而《金宵大廈2》裏面 GM 飾演嘅孫仔健力係從事家族嘅殯儀生意，喺《金宵大廈》裏面經營無牌嘅龕堂，除咗為街坊先人設靈位之外，更加會充當道士一條龍打齋。GM 曾子望係一位真嘅道士，喺呢套戲上面更加顯得真實感同埋有穿透力。啱啱就講完 GM 嘅學業同埋工作啦，不如講下佢嘅過往感情經歷。除咗啱啱先有講過佢嘅拉丁舞 partner，GM 就話雖然冇正式成為情侶，但係因為呢個女仔令佢發奮圖強，所以對佢嘅日後有好大嘅影響。GM 曾經講過喺之前拍過4次拖，而第一段戀愛嘅關係呢，就喺16歲嘅時候。佢就話嗰時因為年輕，對自我同埋關係嘅認知仍然唔夠成熟，但係呢一段經歷都令佢之後理解愛情同埋學識溝通同埋包容，奠定咗一啲重要嘅基礎。而對上一次拍拖就喺參加真人 show 之前嘅大約8個月。講及分手嘅原因，佢就話係因為去到某個歲數，大家想要嘅嘢唔同。GM 就追緊夢，而對方就想穩定啲。GM 話都明嘅，大家傾分手唔會去得好難睇，但係自己都會好唔開心。當 GM 分咗手之後，就被劇組安排同葉倩文組成 CP， 所以話好多嘢都可能係整定嘅。佢曾經喺節目度講過，好多謝媽咪喺咁多年嚟都要肩負養育佢同埋妹妹嘅成長。喺佢畢業之後呢，其實佢媽咪呢都冇好阻止佢入娛樂圈嘅。佢就話啦，畢業前諗住玩下，但係試咗呢行就覺得好中意。由細到大，媽咪都俾好多自由到佢。到佢畢業咗一段時間，媽咪就問佢係咪仲做緊電視，但係 GM 就因為驚媽咪擔心，所以呢就一直逃避，冇點樣講。佢曾經有講過，一邊兼職一邊追夢。因為自己中意，所以捱咯，唔會要屋企人幫手，亦都唔想媽咪更加擔心。但係佢知道媽咪感覺到，因為見到佢成日煮麵，就會問阿 GM 啦，點解啲麵咁快冇晒嘅？係咪唔夠錢使啊？但係呢 GM 就會話 OK 冇問題。其實佢自己都好坦白咁講啊，喺畢業到依家呢，收入啊都唔可以俾到穩定嘅家用媽咪。佢都覺得對唔住媽咪噶，因為呢妹妹仲讀緊大學，亦都因為自己要追夢，所以幫唔到屋企。
GM 呢就有承諾過啊，如果佢喺28歲仲未有成績嘅話呢，就轉行喎。咁你話世事係咪好奇妙呢？其實佢就嚟28歲噶咯，點不知呢？咁啱就喺佢28歲之前啊，就遇上呢一個配對嘅真人 show 啊。佢就話估唔到咁多人中意睇佢追女仔啦。GM 喺最近嘅訪問亦都有講話人工加咗幾倍，可以俾到穩定嘅家用媽咪啊。媽咪仲日日煲湯俾佢飲添。我都好戥阿曾子望開心啊，因為佢呢真係可以追夢成功咯，而家一炮而紅。係啊，即係每一樣嘢呢都好似整定咁啊。當我越了解 GM 嘅背景，就越欣賞佢嘅毅力同埋堅持。希望佢喺嚟緊嘅時候有更加多嘅廣告，同埋有更加多嘅 fans 支持佢。唔知大家又最中意 GM 啲咩呢？歡迎留言話俾我哋聽喎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拜拜。